继续来看这件，讲网友真心鲜哦，讲后一届嘛想要选市长，原来是桃园市长郑文灿到中华职棒乐天桃园队的主场替球员来加油。这个乐天桃园伫第7局的下半场，本地是1-7输真多。郑文灿马上就甲啦啦队查囡仔做伙来跳舞加油，结果这个乐天桃园马上就甲分数甲对转来。 市长带来着好运，这啦啦队查囡仔是真欢喜，甲市长跟起来跳舞，大声来欢呼。也毋过这市长无轻哦，啦啦队这查囡仔笑讲，这市长真正是真有分量。桃园市长郑文灿甲啦啦队做伙跳舞，为球队加油。郑文灿昨暝到桃园国际棒球场。 看乐天桃园对战未全龙的主场开幕战，伫第7局的下半局，乐天桃园以1-7差人6分。郑文灿赶紧甲啦啦队做伙替这球员加油，前柳这一个跳，佫真正互乐天桃园士气十足。现场气氛有够热，这个郑文灿双手举冠，啦啦队队员呢，将这个市长甲卷起来跳这个黑人的观察舞。 第一次抬到一个这么位高权重的人物，真的是蛮重的呢，市长。当时的啦啦队哦，这个一时兴起啦，事前没有剧本，我没有把它当福利啦。这个画面好朋友真新鲜，讲要做通市长的人，大概拢是为了这项。个人讲要报名后届选举，或者在美女跟起来跳舞，莫怪这一人的新鲜。